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4年4月初5。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3篇，但以理书第2章第1节到23节，使徒行传第4章23节到31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和睦同心。细汉的时阵，印象上深伫圣经中间会解梦的人，就是属于雅各的囝约瑟。因为解梦，互伊遇到着迷信的灾难，因为伊的阿兄非常的嫉妒甲受气。因为伊的解梦救到一位法老的官员，因为安尼会通来做上埃及的宰相。另外一位的解梦者就是但以理，但是对伫但以理的故事印象比较较深的，却是迄个狮子坑火坑的经历。因为有上帝的同在，互因安尼完全无有受伤害。为什么因会当经历安尼的信仰呢？重要的是因甲上帝的关系。不但如此，因搁较因为但以理甲伊的同伴，迄种同心合意的祈祷上帝。上帝就伫因的中间，并且以但以理来启示着尼布甲尼撒王的梦的内容。今仔日的经文，但以理书第2章第1节到23节，安尼甲咱讲着尼布甲尼撒的梦。尼布甲尼撒继位第2年，伊梦到一个梦。这个梦互伊的心真烦，困袂去，王就下令调集术士，惊法术的、惊邪术的，以及星象家来，爱因将王的梦甲因讲。因拢来伫王的面前，王就甲因讲：我梦到一个梦，心真烦，爱要安尼。知安尼的梦是什么意思？遐个星象家用阿兰语对王讲：方向万岁，请将伊迄个梦甲你遮的仆人讲，互阮通解说迄个梦的意思。王就甲因讲：我已经决定爱恁将我的梦讲互我，恁若无将我的梦讲互我，甲我讲。佮解说互我听，我就要斩断恁的骹手，恁的厝嘛会变成做粪扫堆。毋过恁若甲我讲迄个梦甲迄个梦的意思，恁就有想，会得到礼物，佮得到极大的荣耀。现在就将迄个梦甲我讲，佮甲我解说，因。搁一遍甲王讲，请皇上将你的梦甲你的仆人讲，阮就会当甲王解说。王就讲，我就早就知，恁得拖时间，因为恁知我讲会到，做会到。恁若无要甲我讲这个梦，我就甲恁判刑，因为恁强无要骗我。听候的时势改变。恁就将这个梦甲我讲，我就知恁是真正会晓解说这个梦。遐星象家对王讲：世间无人会当将王爱知的事讲出来，要毋捌有君王大神统治者要求术士惊术士的星象家做这款的代志。皇上问的问题实在真困难，除了神明以外，无人会当回答皇上的问题。因为安尼，王就非常生气，下令要杀死巴比伦所有智慧的人。这个命令一个发出，人就去找但以理甲伊的同伴
嘛要甲因杀死。14节，王的侍卫长亚力出去要杀巴比伦所有智慧的人的时阵，但以理用真婉转智慧的话对王的侍卫长亚力讲：王是安怎发出遐尼紧急的命令？亚力就将代志的经过甲但以理讲，但以理就入去见王，请王延长期限，通互伊甲王解说梦的意思。但以理倒去伊的厝，就将这个代志甲伊的同伴哈纳尼亚、米沙利以及阿撒利亚讲，爱因祈祷，求天顶的上帝怜悯，将这个梦的奥秘来指明，互因毋免甲巴比伦有智慧的人共款做伙受害。迄暝，上帝就伫伊上的中间，将迄个梦的意思来甲但以理启示。但以理就上赞天顶的上帝讲，愿上帝的名得到称赞，世世代代无穷尽。伊专知专能，伊改变时间，变换季节，伊废除王，选立王，伊互智慧的人有智慧，互聪明的人有智慧，伊启示奥秘来隐密的事，伊知暗中的一切，跟甲伊同在。我的主的上帝啊，我感谢你，称赞你，因为你赐我智慧甲才能。愿求问你你已经启示我，将王爱知的指示我。特别对14节到23节的经文，咱看见，但以理转去请求伊的朋友哈纳尼亚、米沙利甲阿撒利亚，同心为着伊来祈祷，恳求上帝的怜悯，将这个梦的奥秘来启示互因。最后，咱想到耶稣基督所讲的：恁中间若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的祈求，无论求什么，我的天父一定为着恁成全。因为既然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组织的所在，我就伫因的中间。这毋就是但以理甲伊的三位朋友所经历的信念嘛？使徒行传记载着初代教会情形，伫面对目前极权的统治的下面，教会安怎会通安尼发展？就是因为当初时的基督徒同心合意祈祷，求主赏赐，互因有勇气，伫面对压迫的境况的内底，因犹原热心传福音，行神迹。因为领受着圣神伫使徒行传第4章23节到31节的经文，安尼记载：信徒求主赐勇气。彼得甲约翰受到讨棒，就倒去东盘遐，将祭司长甲长老甲因讲的话拢总甲因报告。因听了后就同心大声对上帝祈祷讲：创造天地海甲其中万物的主宰，你捌通过圣神用你的仆人，阮的祖先大笔的嘴安尼讲，外邦是安怎犯法，万民是安怎假无效果的事，地上的君王拢排阵做交战。统治者联合起来要攻击主甲伊选立的基督，希律甲本丢比拉多果然伫这个城内甲外邦人以及以色列人联合起来攻击你所选立成的仆人耶稣。因组织要做你的权能，你的旨意有定会发生一切的事。那主啊，因得甲阮恐吓，甲求你监察，
互你一部人搁较有勇气来宣讲你的信息，求你伸手于地，搁通过你圣一部人耶稣的名，互阮惊神热奇事。基督说，自这个所在就有当因拢受着圣神的充满，勇敢宣讲上帝的信息。当心合的基督，兄弟姊妹和睦的相处，是基督徒领受着圣神有上帝同在开了一个最基本的方式。因为安尼就会通来摇动这个世界。诗篇113篇，133篇，兄弟姊妹好好徛起，兄弟姊妹做伙徛起，偌尼好，偌尼欢喜。这通比过去的油停伫头壳顶，流到伫喙手，阿伦的喙手。佮流到伫伊的头遐，嘛要通比平这个黑门山的露水来落到伫锡安的山岭，伫遐上主有应允要赐福，赐永远的活命。恳求主帮助阮会通彼此相听，谦卑来和睦。会通更较当心的听主军队主的旨意，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